生源減少係一個現實，我哋必須要去面對，亦都着重教師團隊嘅穩定。尤其我諗保障就業係好迫切，我哋呢段時間要去做嘅，推動教育質量嘅提升，關顧好我哋嘅學生，同埋因應產業，我哋有人才培育方面呢，有更加專業嘅發展。未來2年嘅過渡性資助計劃入邊呢，教師嘅培訓工作、穩定教師隊伍、教師培訓轉型、保障就業，點樣保住教師嘅崗位個重要性，都希望了解其實譬如政府針對少子化嘅喺呢方面嘅研究上面，未來會唔會考慮呢？都會作出一個比較全面嘅一個研究，包括咗可能從數據啦，譬如對於從我哋嘅人口結構、經濟結構、社會結構或者係教育方面等等方面，從而能夠揾到一啲相應嘅一啲嘅措施。低生育率同埋學齡兒童嘅減少，其實係一個好複雜嘅社會現象。面對呢個少子化對教育系統嘅一個影響呢，其實確實係需要政府啦、學校啦同埋老師幾方面呢去共同應對，一齊揾一個適合澳門實際嘅一個應對之道嘅。咁啱啱都有議員關心到啦，我哋舊年講過，我哋會做少子化對澳門教育系統影響嘅專題研究。呢個研究佢嘅策略框架呢，係短期呢係以穩定為主，中長期呢以主動構建呢為本嘅。短期嘅策略呢，係希望保障社會同埋職業嘅穩定，為教育系統呢爭取呢個調適嘅空間。梁淑芬議員亦都提到少子化對呢個社會嘅影響，確實我哋需要跨部門去應對嘅。我哋會做呢啲相應嘅研究同埋措施，特別呢係一啲數據嘅變化。李靜儀議員提到咧計劃嘅操作係點樣可以保障老師嘅一啲崗位啊，同埋培訓點樣做法嘅。我哋有一啲轉型嘅學校咧，我哋一校一策。到底佢想轉啲乜嘢，我哋就要提供啲乜嘢嘅培訓。學校覺得成間學校可以轉為持續教育，而持續教育嘅方向可能係一啲在職教育嘅，咁我哋就會咧俾呢方面嘅培訓俾到學校。咁我哋會有針對性嘅培訓。咁梁淑芬議員提到一啲教師崗位轉型嘅出路啦，咁我哋希望咧就係會喺社會上面咧，我哋會同一啲企業去商量，到底佢需要啲乜嘢嘅在職教育。或者咧，我哋亦都睇到我哋自己嘅數據嘅，譬如持續進修發展計劃，邊啲課程係比較受歡迎，係幫助到居民嘅，我哋會俾一啲指引引導俾學校去做啲乜嘢。咁同埋我哋都睇到成盤棋嘅，咁所以唔同學校之間咧，我哋都可以俾一啲唔同嘅發展嘅建議俾佢，等佢大家唔好話都做埋同一件事，可以有一個錯位嘅發展。